教堂喺宣布一件代志的基本，咱把台南放在着，也是互社会来，后叫咧请小朋友去较注意，基本就是咱的学习护照，内底每一礼拜拢有一句台语，搁一句英语，希望你当然会使学到爸爸妈妈听。咱去共同出来你扫落内底就有人讲互你听你若袂晓，你就在情况下还是讲爸爸妈妈听。因为好完成的人，咱放厝就会分奖品互你。后叫者若咧做事咱放厝会参加的时书本设计出来。希望这不是咱课本内底，这是课本以外教材，希望咱小朋友会接触更较侪，就